没事情，压力越困，我妈跟我一样。林妈妈，老林你说是当救嘞，佢前几联络人送我写个名片。系啊，说是当救咧，佢从小就很爱吐嘅，佢就很爱阿姨啦。有关家情形，我想老唔讨论一下。敢会感到辛苦，风霜一路，披上淡夜干电路，永不服输。茫茫大病为多前途，春夏又秋冬，叹岁月太匆匆。上剑地板行错，休息一下别强输。一条干千山万树，披一下发勇相扶。年一年灭风尘有爱，感谢有你上下天数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永远铭刻在心中。故事爱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圣人的江湖，含作的颜料，人生正经的悲剧，是太人强攻 Platon。发生乜嘅事情？老唔讲，哥哥动要刚走来，我本来想要去医院请哥哥，不过你妈伊讲做唔得。冇见吼，哥哥可能
有重要嘅事情要处理。这个先莫喊的哈。姐姐，李先生，你有去讲唔错安部同亚张转，那从安部送你的医院，给自杀，请你因为一下。亚下嘞，有好好掉没有？做一普通票房的，不过讲满几分钟，可能就蛮简单的。唔应该留你去讲医生的。能有大天发老连蚂蚁讲，不过佢可能唔理用的，老刘给结死。比较，我们部头读书也唔好，你到嚟假同天花都冇食。我老师佢嘅条都冇上嘅，係咪因為佢學名好過太重咧？也因為真嘅唔是老母開好，唔是，真嘅唔是。这个，你今日食来的啊？哎呀，我这皮又够老的。啊，袂啦，阮某啊，带伊送甲伊什么康复中心，挨妈咪狂风马屁了。哈，康复中心。那安尼哦，你爱赶紧带恁囝回来啦。今嘛哦，真侪人客，钱命要恁囝明白啦。袂过一阵啊啦，凡西这边吼，有人提起出来包牌啦，叫我讲歹去还阮囝。迄恁囝咧，听下敢要摆吼，包袂了的啦。迄啊，我是你吼，这个财神爷吼，这种是安尼双头冷吼，好，讲啊较唔冷。谢谢。医生，我来几天了3天，怎么了？有那么久吗？是不是算错了？我怎么记得昨天是星期一，我才刚来啊？不是吗？我昨天来看的门诊。没关系，我们先不要考虑时间。你说说看，从门诊到现在发生了什么事？没什么太特别的。看完门诊之后，就上来住院，然后也是来这里会谈。然后呢？没有了。再来有印象就是在床上了。你还记得昨天有谁来看你吗？有人来看我。你认识林丽吗？认识啊。林丽姐怎么了？大可清太嘅問題唔係妄語，係片段性失憶。不過大概老夾咪留嘅時間
都无讲到遐只针条。可能迄之前无注意到叶铺分，照宋伯讲的，大壳边野股票拄伫要卡，老母辈无捌接触，身份无太太嘅触及，可能失忆症嘅情形无影响到身份，故所无显明。囝呢，迄么个针条？伊有可能係解离。解离？解离症好像有看到，係一種心理上的防衛機轉。你想誘發嘅原因，可能老大顆粒好高，本人起伏嘅經驗有關係。迄講係心理嘅問題，連鴉片就做唔得治療咧。係安尼講冇錯，不過正團做唔得安強客廳，那愛老家屬個講以後。哦。因為咧，哇，你等槍喺知道能做得做嘅事情，都有限。老愛做嘅事情做好來就好咧。錯咧，我下班我要看玲玲，跟我去好嗎？佢一擺刺殺親主要嘅原因係精神操控，做其他精神科醫生來知道要繼續觀察。我希望變成有專業嘅人，而且我真係希望我來叫阿姨。唉，佢上課呢？哦，你先生才有去看个戲嘛？你先生有騙哦，其中去看醫生。好嘞啦，最重要要到土來講，佢當然希望係去啊。你想去哦？那做嘛？金德小業長也嘛該下生意想做有錢人哦。無愛去你門口就好咧。還去你門口，想到佢想去盤。哪有愛硬創？韓國老記唔對答嘅，又唔係唔反應太什麼？唔是拗啦，佢人面就低嘅，是勉強一家啦。小老記看做一個騙人就好了啊，唔應該對騙人有自家嘅意見。本來就有自家意見啊，係富理意見，我沒嘛神嘅，什麼？你重新嚟做得。算你啦，你先生無聊，本記，來做老人小姐。小白，找我嗎？我是屬於你的，你怎麼可以把我推給別人？跟偷聽我們講話。我哪有偷聽你們講話？我就在這邊。很過分，你這不是我沒有偷聽你們講話啦，我沒有偷聽你們講話。不是，你不能把我推給別人啊！好，我好。喂，李醫師，你怎麼在這啊？哦，我們在聊天，要不要一起？我剛上完廁所，正好路過。病房還有事情，我先去忙了。路過。故事愛清清楚楚，目光來思路。做的。
高啦，我也免不低耶。是勉强一家啦。林先生，林先生。唔对呀哈，迄乜嘅關係啊？要害哪個死屍，那唔是非的。你敢唔係我朋友？李小姐，那所有嘅行為都會以神對평人嘅關係，像唔好有過度嘅聯想同想法。係個唔係朋友。哎呀嘞，你做乜喊叫啊？大家都係一種情形，但相信都會人來做同樣嘅事情。但是太酸了啊，又唔溫柔嘅。一片暗都騙你，想要好好過年，你很簡單，放棄自家嘅生命。莫老眼講要條太拖了，你單槍老眼講，我都得那邊唔好，我都得那邊唔好，我對你阿妹妹很好誒。來迪，來迪，也條丟迄樣優點，不過無代表來手一定愛對唔有其他嘅感情。係貪嘛？李小姐，你阿身體唔好，တင်出現，但希望啲門診好好諗講一下。你真無愛，我一下無相愛看到唔到，這。家下林里係唔係很看洋蔥啊？你講哪一部分？唔會啦，佢對人嘅感情唔係愛，佢係愛人注意佢，固守對金行，為米吃了金錢。老關係咩清楚，對佢了吃了渣，都會好事。頭擺，跟你照顧過邊緣性人格的病人嗎？冇啊。按你講好嘞。林麗因為偏執的自我保護，讓她產生莫名的優越感。其實她心裡渴望被愛，所以會一直沉浸在依賴、討好人的角色當中，生怕不受肯定。當有天她所愛的人事物可能離開她時，心裡的焦慮、失落跟挫折無法平復，就會產生不獨立的自我，成了無法解開的結。愛弟嘞，那係真經動手鬧你領天數，大幹嘛做本人講，給家庭背景。佢會暗想得到愛，係做得了嘅。我相信所得了佢天數。
哦，你没屌丝！哦，拜托，做得冇？你没屌丝！哦，我给保证，我要控制奶皮，好冇？你转来，拜托，拜托！啊！看冇嘅啊！啊，人們看冇嘅啊！你啊，你咁死眼粗冇？幾啲點啊？啊！幾啲點啊？啊！我個咁死眼，幾啲點啊？有事情啊！媽開事情啊！幾啲點啊？媽開幾天啊？不要講奶粗的冇！幾啲點啊？冇幾天我個咁死眼，我個咁死眼啊！咩咁死啦？我個咁死眼啊！冇事情，冇事做得冇？快冷靜點！幾啲點啊？冷靜點啊！做得冇？做得冇？冇事情，我坐定，冇事情，冇事做得冇？快冷靜點！幾啲點啊？冷靜點啊！其实病房的冲突因为任凯发生，其实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我有在想，要不要把他调到人力比较充足的康复中心啊？可是阿长，任凯他没有动手，我是自己摔倒的，大可也是因为被我吓到，所以才摔倒的啊。可是你这个话跟家属说，他们怎么可能会相信？哎，阿姨，哎，你吃好起来，坐定坐定。来，你看，我煮给鸡汤嘛。哇，好，你慢慢吃。唔使咁麻煩啦。唔會啊。暗自食。要考好啲冇啊？要開開。大可咧，大可按幾好冇？佢哦，初半年按部哦，有夢遊咧啊，也都有其他的片面，才是血本你大。有話有呢，啊，康復中心下半個年咧，做唔得怪佢條啦，按部條就1、3年吃飯天天啦，韓國醫院嘅人力都保護太可，連自家就出son咧。條擺泰國豆腐卡，迄眼甜甜佢真冇出賣事呢。佢1、3年都，阿姨，冇事啊，冇事啦，冇事啦。好彩哦，nhà屬哦，還唔抵哦，迄個本佢抵得咯。幾場麻煩。唔一定，做喺人哋照顧病人嘅係冇，同阿拉大都案也唔同點解，基本好得來見面人啦。真見動排泄，捱下掉啲時間要同啲日本用。牙醫師講，捱唔掂就改死，係應該係冇。阿爸，是我先梦游惹到人家的，而且他也没动手，不是护理人员的错，你不要那么凶啦。唉，大哥，你就舒爽嚟咩？爸當然有講嘅呀。好，等一下哦。係萬年夫妻咧，係唔出來非事業吧？我就講人就講到死。喺捱下掉啲唔錯，排泄。定係講。大哥，唔假講，要蒙要係冇？佢要乜嘅？嚇，名牌啊，上面有乜嘅指示？一頭好，同爸講，一頭好，同阿爸講。阿爸，我不會開什麼名牌，我一直都不會開什麼名牌。你不要去做我那些賭博的事情，好不好啊？你怎麼想要名牌是不是？
现在开给你，这是最后一次，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。哎，大拍谁？故事爱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思路。你还好吗？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说我会算牌，可是我真的什么都不懂啊。为什么我会变成现在这样？以前我爸妈都不会因为我吵架，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？都是我的错。副律师，乜嘅事情？上輩我看見嘅嗰個細妹，你夾乜？佢講漢伯佢要來，向老佢講，我沒調試下。就係做股長係上到董獎，邊人行卡獎嘅嘅啊？唔講年啲啊？什麼解老結講？因為，哦，老佢講就錯了。什麼？必超，日本人看起來冬天，說唔準去啊？唔是咧，熟沙區啲變水。重來啊！幾多點咧？你上茶洗脫咧，按聽做以後睡覺夢，也過上班精神要無嘛好。所以你個腰誒，我洗咧。也先出去咧。
歹势，帮帮我。碧秋。要你精神科医生开本给药的哦。镇静剂有长效性，有短效性，根本唔会同时来用。你又唔会有按多嘅药诶。行。清清楚楚，目光来时路。你老大可留到嘅，留到哪样事？先生还蛮讲啊。可能还预餐的啦。你明明做无嘛嘅事情，做嘛嘅安乜都按麻烦。有冇冇咩事呢？佢都唔看咩好好係，就偏偏去送醫。唔可能，骗咗忙以後，點都要加搶手。你去前太可嚇，嚇？你去套名牌吼？你捱起嘅吧，捱起唔得。姑嫂，你怎么按管心计，买时间做对转来错嘛？林丽送拜唔去就拿钱本你了呀，哈！我嗰個驗哦，驗乜嘅？假講乜嘅？好啊，來啊，繼續來離本啊！看唔啱唔得。你講做嘅啲，又係對哪來嘅？還有哪裡結叫咧？香鳳嘅公約嘅。也無嘅，真開心。你有比林厲害。唔係。要做你了解，要從有一個依賴心，我以下嘅就係唔停停，按做得天天來調整。
多谢唔幸嗰本你嘅資料一筆機費。要拜大烟，唔會太久，請做一粒煙。我媽較好評估誒，我來帶煙係味道大顆。比較大顆。阿姨冇啷講。條擺泰國豆腐卡，係我甜甜嘅張冇出賣事呢。幾三年都。阿姨，冇安尼好啦，請伊給你偌久大顆，來出錢，好。做唔得啦，做唔得安尼用錢，你做唔得錢啦，做唔得安尼用啦，唔是啊，啊，係味道大顆啊，你佢係牙肉彈呢，哪個做得？妹妹呀，阿姨從來就冇拜託你買事咩？係安尼啦，就先生有講泰國只有一個老幾較親嘅人來做盤。先生咪講，你嘅情形係講做得代言，會對你較好。我說你做得代言來皮泰國冇哈？阿姨，唔好聽先生亂講好冇？我真經冇事啊，我好好嘅，我做馬鞍去孔府做事。拜託你，你就代言來皮泰國好冇？哈？要做嘅資料攞評估，會難係要做。李先生，唔見過我有傷害自家嘅風險，故所愛代言，唔過也係我嘅身體啊，我好暗呢，我喺度問你啊。伊唔係一個正確嘅行為，無人做得傷害自家。還有遺言嘅什麼？所有私人物品後面寫上自己的名字。你知道我這些東西有多貴嗎？這是病房的規定，以防病人之間的東西互相拿錯。拿錯了就送他嗎？沒有這樣的規定，如果不想寫，可以寄放在護理站。那你剛剛跟我說那麼多，耍我？所以你是要放護理站還是寫名字？放護理站。我先說清楚哦，我進來住院是為了要保護大可，替你們這些沒有做事的人做好你們該做的工作。不是整天在那邊談戀愛，沒心情上班。接下來是同意探訪的名單。没了，最後一個人來看你啊。還媽個欺負！院長，本女士，懂好事咯。
公事。脑子抽了吗？错嘞。过5分钟爱睡咯。哥哥，因為你姐姐晏叫冇來了啊？佢阿婆誒身體冇舒爽，愛休困，可能有一段時間做唔得過來咧。今日做得去前幾冇？哥哥上班嘅蔬菜做唔得凊彩去啊。姑嫂，你姐姐點解醫院度啊？今日我去前幾，先生請必須嘅資料。做唔得。因為做唔得呢，大家都做得去，千萬做唔得。OK， 你同哥哥講，這片阿補片給你，要係員工當做等你去。既然沒有補片，你留去，有種話做唔得凊彩講。我去說咧，拜拜。任凯，你是谁？为什么知道我老公的名字？你要不要脸啊你？我老公人呢？啊？你为什么人长辈不要做这种事情？你要不要脸？为什么抢人家老公你？抢人家老公？你挖到哪里？你为什么破别人家庭啊？我老公呢？你不要脸啊！你臭蛋！不要脸的东西！哪里？妹妹来正好，他勾引我老公，快点帮我把他抓起来！啊，你误会了，任凯在楼下，任凯在楼下，你误会了。你别我，你们都是一伙的，不要脸狐狸精！不要，你放开，你放开，冷静，冷静，给我！干什么？我找我老公来，我找我老公来，不要脸，臭三八狐狸精！作為一個護理人員，我當然地有無濫用嘅定義，唔經過醫生嘅指示，用藥過量，損害空間，影響生活。我咪地按呢個情形，就唔得繼續下去。不過我停下來，冇勇氣接受幫助，甚至連開嘴講出一件事情。都本我知道動驚，我唔知其他人會用嘅看我，我唔是想過自己會變到安尼。一開始，但像假設了一粒鎮定劑，我是有嗰種平靜嘅感覺。聽聽呢，藥嘅見識更多咧，但發現失控嘅時節，已經停下來咧。數見準，頭那痛。無藥嘅時節，
身边都冻泡，唔到伫个爱本约的头顶嘞。你干嘛做啊？我才不看你的事情，神经病！做乜嘅啊？大声话。好啊！奶爹，迄味道爱报复外老大可，道歉。其实你要去求拜唔下你，我真见懂忝，不过乃无资格讲忝。你在前医院偷吗啡被开除的事情，这里该不会也不知道吧？我从来就没有不承认，我还为这件事情负责。留下伊个拥抱，伫上伊个世界做底好，偷拍个未来无彩。And 你后唔要在意，假在未来要顺才经验，哦唔要在意，嘛该喜爱，你嘿唔嘿，和你呀，出色都太严重，还在爱身边，也抢走的伊洒落上伊。你有空多么？爱伫天顶也会脚步，希望做地照。